頁面。賭場會在洗完牌開始新一局之前，抽出一張牌並打開作決定要銷毀多少張牌。這裏只要輸入被打開的那一張牌，至於被銷毀的牌的值我們是無法得知的。這也是賭場提防算牌的一個機制。紫色按鈕用於輸入閒加開出的牌值，紅色按鈕用於輸入莊加開出的牌值。牌值按鈕上顯示了該牌值剩餘的數量。若輸入了錯誤的牌值，可按退格刪除。紫色退格按鈕刪除閒加牌值，紅色退格按鈕刪除莊加牌值。當牌值輸入完成後，按完成遞交。左邊顯示閒的期望值及概率變化，中間顯示 AI 或進階模式計算結果，右邊顯示莊的期望值及概率變化。當計算後的期望值及概率比較原始數據有利時，會標示為黃色。按下重新開始後會清除所有資料，重新開始另一靴牌的計算。統計分析頁，這裏顯示牌盒裏剩餘的牌數量，這裏顯示已開出的牌數量，這裏顯示牌值組合、概率、期望值的計算結果，這裏顯示概率變化的數值，正數時代表概率上升，會標示為黃色；負數時代表概率下降。當主界面選擇了顯示 AI 模式時，這邊就會顯示進階模式；相反，當主界面選擇了顯示進階模式時，這邊就會顯示 AI 模式。開牌記錄頁，這裏顯示所有的開牌記錄。設定頁，這裏操作會員登入、升級賬號、修改密碼、刪除賬號、登出。這裏選擇使用8副牌或6副牌的計算方程式，默認是8副牌。這裏選擇主頁面顯示 AI 或進階模式，默認是 AI 模式。在主操作界面按完成遞交後，需不需要彈出資料確認框，默認關閉。在主操作界面按鍵時，是否需要發出按鍵聲，默認關閉。是否防止屏幕自動關閉，默認開啟。這裏可轉換界面的語言。這裏顯示所有的購買記錄。這裏可選擇需要購買的項目。如需要幫助，可聯絡客服。常見問題。如何開始？開始計算時，必須在每靴牌的第一局起開始計算。算牌是越算得多牌，計算結果越有參考價值。建議最少要開出120張牌，大約25局後才選擇下注的時機。算牌是一門機率數學，要得出算牌成果最少都要以100局為單位。百家樂使用多少副牌？百家樂是在投注過程中使用多副牌的紙牌遊戲之一。然而，牌組的數量可能會根據你玩的百家樂類型而有所不同。最常見的數量是8副牌，但也會有些賭場使用6副牌。什麼是燒牌？賭場會在洗完牌開始新一局之前，抽出一張牌並打開作決定要銷毀多少張牌。這裏只要輸入被打開的那一張牌，至於被銷毀的牌的值我們是無法得知的。這也是賭場提防算牌的一個機制。AI 模式和進階模式的分別。AI 模式就是綜合所有數據，包括機率、期望值及6個獨立公式的變化，而進行運算後的結果。進階模式就是你自己觀看、
各方面的數據自行分析，所以一般選擇 AI 模式就可以了。謝謝觀看。